喂，去邊啊？好順啊，好順去美景，北京係包林係嘛？少少爆啦。少少包，睇嘢。有冇試過喺地圖上邊揾一啲你成日都會去嘅地方，然後你發現有啲路你從來都冇行過，路一直為你打開，但係你忽略咗佢。等待你踏入呢一條路嘅起點，一次緣分，一個時機，佢未必將你帶到不一樣嘅終點，但呢一條路一定會帶俾你有趣嘅體驗。今次就帶你去呢一個奇幻嘅入口，體驗一次接觸異世界嘅邊緣。今日同 DC 師兄踏入一個完全唔起眼嘅通道入口，將城市煩囂切斷，空氣變得清澈，溫度變得冷清，讓世界變得安靜。沿住沙石路一直往上爬，完全冇人工添加嘅山路，只有樹木在旁，享受大自然嘅呼喚。風聲從聲不絕，唯一格格不入嘅係我哋嘅心跳聲、呼吸聲。爬到一半，嚟到似曾相識又陌生嘅地方，我肯定我係第一次嚟呢一度。但遠望出去，係一個我經常都會嚟嘅地方。再往上走，樹影變得稀疏，地上邊有矮小嘅叢林、礦石同埋黃沙。我同 DC 直奔而上，一直去到頂峰。路原來未盡，落返一段路，再次走上隱藏之路。
哋發現石群散落喺一片山坡之上，奇怪但係有趣。大自然嘅鬼斧神工，將呢度打點得妥妥當當，你會忍唔住停低喺度笑下。穿過石群之後，前面突然間變得開揚，我哋去返平時會去嘅地方。正如一開始所講，呢條路未必將你帶到去不一樣嘅終點，但係呢條路一定會帶你經歷一個有趣嘅體驗。我哋冇停低去返茅坪方向，直奔落去梅子林。你可能會覺得呢一條片嚟到呢度就完啦，但係我哋偏偏揀咗另一條走更遠嘅路。呢度有人間煙火，空氣變得濃稠，濕度高咗，每一步都變得更加沉重。再往前走，人煙又再消失，好似去咗另一處深山。經過溪谷，就走去另一條路。地上邊嘅石階被磨得滑滑，充滿痕跡，就好似記錄住某一啲嘅故事。落山啊！我哋沿住石屎階梯，滿滿人造嘅城市色彩，讓我哋知道我哋又返去鬼地方。我哋嘅腳步節奏變得好快，好似橫過怡和街去 Sogo 一樣，腳步停唔到落嚟。空氣已經變得渾濁，充滿住城市嘅味道。開始懷疑啱啱嗰一段路係咪真正存在過呢？但我哋嘅心跳、我哋嘅呼吸、我哋嘅汗水，全部都證明咗呢一件事。行過、見過、經歷過，仲有一個同你一樣咁癲嘅朋友。指定動作，指定動作冇錯，係啊。